人為什麼要到這世界來？為什麼要努力？那個是你說的。我說的，也只是書上的文字，而你呢，是從心底噴湧而出的。真宇，走，去看风雨後的彩虹。袁小鱼和真宇要拍真正的新话剧啦！小鱼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真宇，你喜欢看话剧吗？我只在书上看过。那我演给你看好吗？好啊。你觉得我写的好不好？好，好听极了。话剧是看的，不是听的。我们两个一起演好不好？可是我不会。我教你。林，你带我走吧，带我去一个自由的新世界。哎，别笑。李秀玲，不要受观众干扰。你要想，你就是王美丽，你正在跟心爱的人倾訴心声。小云哥哥，哦不，袁校长，于老师为什么让李秀玲演？她平时连话都不说。秀玲，来。林，你带我走吧，带我去一个自由的新世界。你这就带我走，好吗？不，美丽，我们哪里也不去，我们要留下来。我们是匕首，我们是利剑，我们要刺向那万恶的旧社会，要摧毁一切的不公平。我们要用我们的青春和生命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新世界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可是林，如果我们走了，我们就是自私，我们就是懦弱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留下来。好。对不起，谁请你们来的？混账！轮到你说话了吗？齐公公，请你说话文明一些，我们这儿在排文明戏呢。袁校长，哦，还有这位很文明的小孩儿，我倒搞不懂了，这戏院是谁家的？谁家的？戏院姓扎，扎家的。那我还是搞不懂，是谁把他们请来的？谁请你们来的？天塌下来了吗？没有。那就统统把他们赶出去。好，我们走。我就不信，大街上全都是你们扎家。那倒不必，你们尽可以在这里排练，将来演出也全在这儿。是鱼求我，我给鱼面子。真鱼求你了吗？当然，哼，也不能算求吧。南园人都知道，我和真鱼可是娃娃亲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过去的延续，我俩可是两小无猜，他的光屁股蛋儿我都看过。你给我住嘴！哎，怀甫，今天姐姐洗澡不放玫瑰花了。姐姐为什么？因为姐姐觉得洗澡放玫瑰花太奢侈了。啊，姐，什么叫奢侈啊？就是过分享受的意思。哦，怀甫还是不懂，这玫瑰花是捡的，又不是拿钱买的。唉，其實姐姐也不太懂。有機會我問問雲少爺吧。啊，雲少爺知道啊？對啊，雲少爺啊，什麼都知道。哦，放回去吧。哎，張良洲，真魚會求你，那也是因為你欺騙他。你就是一頭狼，只要抖一下身子，羊皮就會從身上掉下來。住嘴！爹，讓他說。哼，羊皮掉了嗎？沒有啊。你說的每一句話，我都會告訴於表妹。
于表妹遲早會掀開你那披着的，哼，骯髒的連我都說不出口啊。沒錯，我袁小雲是骯髒，但是有些人會把身上的骯髒洗去，可是有些人會把骯髒融入他的靈魂，骯髒一輩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骯髒一輩子，你乾淨。林先生，我留下來，我也跟你在一起。对，我们都留下來。好，我們一起留下來，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，去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自由新世界。好，演得好，太好了！正式公演的日子，扎某一定到場恭候。終於，還是沒趕我們走吧。謝謝扎老爺了。對了，還有七公公，歡迎您到時候把那些封建的遺老遺少都一起帶來看戲。還有萬校長，我更希望你帶着你的學生邁出泥潭，跟我們新青年一起走向新世界。姐，你說雲少爺是你心中的一盞燈，可我怎麼總覺得這盞燈忽明忽暗的，讓人覺得心裡好不踏實。我也這樣覺得。我想，可能是他的心底有很深很深的傷口。姐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雲少爺說過呀，他說他在上海跟幾十個女人，反正很亂。上海十里洋場，五光十色，可是又有那麼多有新思想、新觀念的新青年，又有……上海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啊？姐，我聽說雲少爺跟扎少爺他們在上海待過好長時間呢。也不知道雲少爺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。不過啊，姐姐心裡認定，他們的心裡一定都裝着一個大世界，他們吶，一定都是新時代的新青年。好，扎某還要告訴袁校長一個好消息。哎，你們看着我的臉幹什麼？你們應該看袁先生的臉才好啊。正式公演的時候，我要為袁校長請一位貴賓，你猜猜是誰呀？貴賓？是你的還是我的？督軍趙廷芳，你的老熟人，忘年之交啊。大家可以看着我的臉，也可以看着扎良忠、扎少爺的臉。扎良忠，是我把我們的事情說出來呢，還是你把我們的事情說出來？袁小魚，沒想到你為了得到真魚，無恥到這種地步。好，你愛怎麼誣陷就怎麼誣陷吧。你跟我翻舊賬有什麼好處？不是你先翻的舊賬嗎？那是我爹。哼，別以為我怕你。難道是我怕你嗎？你現在金錢美人盡收囊中，我可是兩手空空啊。原來你為的就是金錢美人。哎呦，聽起來你是為了愛情。袁小雲，你要是為了愛情，這地球早該倒轉了。
你管得着？我还就管得着，你违反了约定。谁也不许动心。不许动心，你先我后。二一天作。二一天作。看见有人动枪了吗？赵廷芳的娇妻，敢玩吗？为什么跟他搂一块儿？我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？你当我瞎了吗？本本，你跟他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就把他给杀了。今天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曼芬，这种人给点钱不就得了吗？你舍不得是吧？炸弹中郝文宇，我会做我爹的工作，赵督军不会再来了。他爱来不来，我就不信赵廷芳、赵督军会把他宝贝太太的那些光彩事儿全亮出来。赵廷芳会开黑枪的。那我陪你一起死。陪我一塊兒看真魚洗澡？胡說！一點兒都不胡說，小雲，我真看過真魚洗澡，不光是我，還有他爹，
现在再加上個懷府吧。不信，我再告訴你點細節。真魚特別喜歡在白天洗澡。住嘴！我真的不明白，你袁小雲就永遠不會低下你的頭。應該是，永遠不會。小雲，你的於小姐正在裡邊洗澡呢。那怎麼樣？是啊，於一向喜歡白天洗澡，懷府正伺候着呢。那不是很正常嗎？水楼的。小云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怎么了？不高興啊？小云，你幹什麼？于老師，小雲哥哥，哦不，袁校長，你們是在演戲嗎？怎麼沒有叫上我們一起呀？你想說什麼呀？他們演得真好，像真的一樣。甄家今天要完蛋了！要是不滅掉你們甄家，我就不是甄妻。七公公，拿下这個帶女人洗澡搓背的！七公公，我懷府什麼也沒做啊！七公公，去跟甄家列祖列宗說去吧。說，你姓什麼？我懷府。這就對了。走，到甄氏祠堂。七公公，七公公，讓我們小姐回來吧。小姐，哎，七公公，你們放了我！七公公。我幹什麼了嗎？你為什麼不高興啊？我應該高興嗎？誰惹你不高興了？甄小姐，我高興不高興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。你說什麼呢？嗯，甄小姐，是指於老師嗎？快過來！葉少，你老拉我幹什麼？請問，你是來排戲的嗎？不是。那不是的話，請你馬上出去，別妨礙我們排戲。是你讓我來看彩排的。你不走的話，那好，我走。袁小雲，你這個莫名其妙的混蛋！於老師，你別生氣，我去找小雲哥哥問問清楚。小雲哥哥。不喜歡於老師啊，我們都喜歡他的。於老師那麼好，你為什麼不喜歡他呀？你不懂。我懂的，我懂的。你就是不喜歡他，你剛剛還趕着走呢。小雲哥哥，袁校長，你就喜歡於老師吧，就像喜歡我一樣，好不好？何彩雲，請你讓開。不，除非你也答應，你也喜歡於老師。怎麼了？你怎麼流眼淚了？剛剛還好好的。小雲哥哥為什麼不喜歡於老師呀？
小姐，站住！小姐，出事了。朱山叔，怀府出事了。怀府出事了。是。我人老了，耳朵不行了。哎，你私设公堂，毒打族人，你知道现在什么时代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法律？法律，不义有之，淫亂，这叫有伤风化，是要沉潭的。现在的法律讲究的是证据，他们都是证人，他们都是证据。证什么？他说他看到了，看到谁的？谁的？说不定看到是你媽的。不可能吧？七公公这麼大歲數了，他的媽媽也就是我的祖奶奶，恐怕早就死了吧？反了！反了！反了！反的就是你！把怀府給我放了！你上！上！我說，今天你是想來文的還是來武的？如果來武的，你們一個個上，還是全部一起上？上！上！給我上啊！上啊！你們上啊！看起來是來文的。那這樣，請大家和懷府一起去警察局，只有警察有權利審他。朱山叔，放人。是。有我剝你皮的時候。你？不可能。要是我剝你，還差不多。我來。就好像你能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走嗎？就算這條街是你們家的，你能這麼做嗎？我什麼我？我看你就是在這封閉的蘇城裡呆傻了，呆糊塗了。還有你，臭小子，你還糊弄我！同一間屋子洗澡你看不到啊？除非你瞎了。你瞎了嗎？你吃醋了，你吃醋了，對不對？我吃什麼醋？不吃醋，你幹什麼要來？我來，我是想看看七公公是不是把你給吃了。欲蓋彌彰，你小心眼兒！你就是吃醋了，不肯說，還不肯承認，對不對？哎，小雲，袁小雲，我說的沒錯吧？一句都不虛吧？不許，是我認識你這麼久，你說的唯一的實話。小雲，哎，梁中，你怎麼會在這兒？振宇，我早就來了。那你為什麼不進去啊？我想憑你救懷府綽綽有餘了，小雲此來也是多餘的。那你為什麼還要來啊？振宇，我來只是為了我能放下一顆心來。其實，現在不管是誰能夠站在我這一邊，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力量，一種溫暖。謝謝你，梁中。振宇，振宇，只有你說的話才是我的力量，我的溫暖。
舅，您不请自来啊？甄大小姐，不请自来，你不会赶我们走吧？七公公，您真会说笑话。您是长辈，我们想请都不敢请呢。您能来呀，是给我们小辈面子。怀府，跟七公公問好。七公公好。不必了。舅舅，您是场面上的人，当然知道，在如今的大城市里面，文明戏是最流行的。凡是有点身份、有点地位的人，比如像舅舅这样的，怎么能錯過呢？看不出来呀，外甥女倒是越来越有见识。舅舅，您的兒子，我的表哥，那真是見過大世面、有見識的人。如果您能多聽聽他的，就可以老而不朽，老而彌堅了。外甥女真是越来越会说話了。如此看來，這新戲也是相當好看嘍。這戲還沒演，好不好看要看過才知道。萬一表哥看過覺得是熊掌，您覺得是砒霜，那就難說了。表哥，于表妹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我什麼？戲還沒開始演呢。我相信你嘛，不，你一定會成功的。謝謝。感謝各位光臨，現在演出正式開始。哎，看這個，這什麼呀？這是袁校長新改的台詞，要照這個演，知道嗎？照這個演。你看，來這裡，還有這裡，台詞都改過了。哦，都改過了。好。秀玲，你怎麼了？怎麼了？來，扶他坐下，快。秀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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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振作起來。怎麼了？秀玲，我們都是勇敢的新青年。秀玲，叫袁校長去，快啊！哎，你沒事吧？他來了。比在上海灘，你長進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爹呢膽小怕事，給了趙督軍3000大洋。我呢，今天就不陪你一起去見閻王了。你我也知道，拿不出3000大洋。但如果你給我下跪，或者給真魚下跪的話，低下你那高貴的頭，啃一嘴泥巴。我和真魚會考慮考慮，為你出這3000大洋。袁校長，袁校長，秀玲，秀玲她暈倒了。怎麼還不演呢？社長，秀玲，醒醒！袁校長，
我来演吧。台词你背了吗？我来演。于老师，林，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生在什么样家庭的女子。美丽，我了解你。虽然你来自一个旧时的家庭，但是这不是你的错。你的心、你的血肉、你的生命都是新的。你是这个社会上最进步、最了不起的女性。不，你不知道，我是深陷在泥潭当中的女子，我的身上沾满了污垢，沾满了泥浆。哪里都不去，我们要留下来。我们是匕首，我们是利剑，我们要刺向万恶的旧社会，摧毁一切的不公平。我们要用我们的青春和生命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新世界。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。林，你真的觉得我能做到吗？你明明知道我是那样一个家庭里出来的女子。美丽，我了解你。你虽然来自一个旧式家庭，但那不是你的错。你的心、你的血肉、你的生命都是新的。你是这个社会上最进步、最了不起的女性。不，你不知道，我是深陷在泥潭中的女人，我的身上沾满了污垢，沾满了泥浆。胡闹！伤风败俗啊！回府！别跟他计较，他太脏了，不值得。梅小云，你借着演文明戏，做出这样下流卑鄙的动作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。文明戏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原来这就是文明戏，就是伤风败俗啊！袁校长，彩云，你给我下来！何彩云，你给我下来！梁柱，你先下去。真宇，你先下去。李官父，你也给我下去。小云。
昏頭了吧？搞清楚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朱山叔，朱山叔，朱山叔！啊！朱山叔，你真的在这里啊？我们要不要给大小姐做点饭啊？我犯了什么错？我犯了什么错？你们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这是茶吗？当然是茶，苏城难得一见的碧螺春。你闻闻，你闻闻，闻看，闻闻看。你喝这个茶吗？不喝，这是老娘的尿！你混蛋！你是犯人，我是犯人，你是老娘管的女囚犯，什么东西？老实点儿，快点起来啊！哎，你谁呀？怎么不跟老娘打声招呼啊？小鱼，哎呦，你怎么敢打我？过来，钱你拿着，我警告你，你再动他，我杀了你！朱山叔，这事都怪我，是我害了小姐，但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送点银子也不行吗？真是的，还没听说过不让送奸犯的，送点银子也不要。都快点！你给我进去！你为什么这么对他？你懂什么？这是个人渣。他犯了什么事儿了？娼妓嘛，染了一身的烂病，还敢抓伤警察。我看警察对他做了什么吧？娼妓嘛，本来吃的就是这碗饭，还假装什么正经呢？哎，你没事吧？你饿吗？我这儿还有点馒头呢。我吃不下，我想找人跟我说说话。我还想……张少爷，请。
表妹，怎么樣了？喲，這是怎麼了？這誰幹的？來呀，給我搬進來！這是幹什麼？我怎麼能讓你受苦呢？你放心吧，都打點好了。來，坐吧。坐吧。人呢？全都死光了。张少爷怎么了？这什么？红烧肉大米饭吗？老李都是这样子啊。这是人吃的吗？都已經餿了。老李的飯，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？出去！表妹，我都想到了，還是慢了一步，就慢了一步啊！你也太心急了，你完全忘記了還有我查良鏑啊！來，把飯菜端進來。這是我特意去近水樓訂的。好，緩過來就好，緩過來就好。清醒多了，我清醒多了。你剛才說什麼？我說，他只會看着你受罪、受折磨、受煎熬。不，小雲她不是那樣的。他是想狠下心，讓我把煙給戒了。戒煙？這兒能戒煙嗎？呸！他難道不知道戒急了會死人的嗎？會死人的。梁中，那我問你，我要是永遠都這麼抽着，那不是永遠都墮落了嗎？那是我錯了。我。好了，不說了，不說了。看來你還是不要所謂清醒的好。你一清醒，不問是非，全是我的錯。梁中，你想偏了。不過，小雲肯定不是要故意害我。梁中，你是好人。小雲呢？她是我心中的一盞燈，讓我在茫茫的黑夜當中看到了光芒。哦。對了，梁中，我還有很多的問題想要問你呢。什麼問題？我一直在想，什麼才是真正的新青年啊？新青年就是人格獨立、個性解放、能負責任、能擔乾係的人。哎，你沒事吧？那這是個性解放嗎？是啊。那小雲為什麼要生氣呢？你知道做夢嗎？知道幻覺嗎？在你吸鴉片的時候，你眼裡那盞燈，或者只是個夢，或者只是個幻覺，也可能是盞燈，但是風一吹滅了，漆黑了，伸手不見五指了。不是的，它就是一盞燈，只不過常在夜風中忽閃忽閃的。表妹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梁中，你知道什麼是相知嗎？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我和他相知，只有他和我相知。他在上海做什麼你知道嗎？他在上海做的是……梁中，你別說了，我不想聽，那都是過去的事了。當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時候，他就愛上我了。從那一刻起，他就變成了一個新生的小雲。愛情真是一片白蟻，會遮住明亮的眼睛。我相信我的判斷。袁小雲她既然愛上你了，變成了一個新生的袁小雲，可是為什麼又挽着婉約的胳膊出現在你面前呢？我再問你，他排話劇排文明戲，為什麼要吻你？為什麼把手放到你的胸上？他是人渣，他是垃圾，
他是下三滥。你住口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生病了？精神有点失常，肯定受欺负了。下回啊，我把药带过来。表妹，我是想忍住的，刚才我太激动了。对不起，梁中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你不了解小云。表妹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袁小云她是条毒蛇。他恨你们甄家，他所做的一切，就让你们甄家上无骗我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那是你爸爸，我的渣舅舅。不，还有个惊天大秘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哥哥乃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，整个镇府全都知道是袁小云下的毒。不可能！表妹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知道你们全家在他眼里是什么吗？是纵欲主义，是糜烂，是腐朽，是恬不知恥。你只是披着新思想的外衣，骨子里却和你爸爸一樣淫亂。梁中，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？表妹，這不是我說的，是袁小云說的，是她說的。不，小云她不是那樣的。算了，梁中，我們不說這些了。我不怪你。啊，對了，下次來的時候，能幫我帶幾本書嗎？當然可以了。你需要哪方面的？哦，我想看一些關於真正的新思想的書。我聽小云講過，好像有一個叫梁什麼的。是梁漱溟的《中國鄉村運動理論》。哎，對對對，你也知道這本書啊？當然，我最喜歡看書的。你沒事吧？要不要去看大夫啊？其實我覺得應該看看葉陽初的書，他是中國教育界的教父呢。真的？那好啊，那我也看看他的書。梁中，下次來的時候，一定要記得幫他帶咳嗽藥。好的，一定。表妹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叶少，我們來得及嗎？別着急，肯定趕得上。快點。走。站住！回去。站住！何彩雲，你想幹什麼？我外公讓我們去鬧警察局，這樣就可以救出於老師了。你腦子不好使是不是？你們去鬧警察局鬧得越兇，於老師對你越重，你知不知道？才不會呢！我外公說了，只要我們去鬧警察局，就一定能救出於老師。同學們，我們走。走，往哪走？你幹嘛？放手呀！你們誰也別走。難道你不喜歡於老師嗎？你們都是於老師的學生，於老師願意看到你們被捕嗎？你們不能鬧。傷害學生？你們去警察局的話，都會被抓的。啊？這樣於老師會開心嗎？梁中，表妹，看我帶什麼來了？啊，這麼多書啊！梁漱溟鄉村建設大義，晏陽初平民教育概論，蔡元培對於新教育之意見，太棒了！
老是咳嗽，该去看大夫了。那天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表妹，我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我才……不要说了，我们不说这个好吗？爱这个字不说，也在我心里飞扬。啊，梁启超的新民说，小云特别提过的。是吗？对啊，他说苟有新民，何患无新制度、新政府、新国家，对吗？你不知道这些书多难找，又跑书店又托人的啊。不过只要你满意，我就值了。满意，满意的，謝謝你啊，梁中。你看你，跟我客氣了不是？哦，对，藥呢？什麼藥？止咳藥啊。什麼止咳藥？哦，我買了，臨出門時急了想見你，就給忘了。那你早點讓人送來。好，一定。你们是不是覺得我外公是壞人？是他害了於老師。反正我們都知道，你是一個善良的人。真的嗎？真的。其實，我也挺擔心袁校長的，不知道他去了哪裡，也不知道他安不安全。我相信於老師和袁校長，他們肯定沒事。他們一定不希望我們因此荒廢了學業。從明天開始，我們好好學習，等他們回來好嗎？葉少，我覺得你和小雲哥哥，哦不，袁校長一樣偉大。我以後可以叫你葉少哥哥嗎？可以啊。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，不是別的，是民族衰老、民族墮落、民族渙散，根本是人的問題，是構成中國的主人害了幾千年積累而成的很複雜的病，而且病至垂危。所以說，中國的平民教育和農村運動擔負着民族再造的使命。原來小雲也看過晏陽初的書啊。你出來，快點！哎，我沒什麼事兒，我就是想問問，你們要帶他去哪兒啊？上邊要提審。啊？那會打他嗎？他老是咳嗽，你們別打他了。哎！袁小雲，你要幹什麼？這個你應該清楚吧？當然，我這兒也有這麼一份兒。奇怪了，這張紙上一回揉成了一團，怎麼這回又攤平了？除非你們查家不止一張。袁小雲，你到底什麼意思？張良忠，你每天演戲難道不辛苦嗎？在報紙上對甄家爆料是你，讓記者到甄家採訪的是你，
说看到真鱼洗澡的是你，然后借戏院给真鱼排练，再唆使赵廷芳来开枪的也是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和我过不去，为什么要冲着真假，冲着真鱼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总有泄露出来的时候。这整件事情，我写了一篇文章。如果现在你不马上答应放了真鱼，那明天苏城所有的报紙都会登我这篇文章，包括你查良中的报紙。袁小云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进来。扎少爷，我认识你们吗？扎少爷，我是大众印刷店的阿牛啊。你以为随便弄2个人来就可以把脏水泼在我的身上吗？进来。这个人你认识吧？袁小云，一个人无耻，原来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。